他喜欢人家手放在他嘴巴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猫咪也喜欢，就是它喜欢那种，就是像咬着一种口欲。对。你好棒哦，你照顾家里。是吗？有一种就是心灵交流的感觉。感觉你很了解他。现在是受伤的。他们也要来你家，妞妞，他们也要来你家。他其实每天爬这坡很。妞妞走，妞妞来。没用，没用。妞来呀，快点，走，耶！坐下来。哇，你球赢了！太大只了，太肥了。